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旅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活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拄则陈小姐对我这么恶恼，无毋对，我有答应陈小姐支持伊成立教养院的代志。也毋过迄个时阵，我心肝内所想的是另外一件代志。我嘛相信陈小姐伊早就知影我会安尼做的目的，林兆明心肝内嘛真清楚。要毋过，虽然安尼，今仔日我今仔日甲阮是要讲，请基金会上界重要的一份子，也就是朋友国际西奥会的西友，咱大家斗阵来完成成立教养院这个计划。请问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多谢哈。多谢。瞬间哈，多谢。多谢。多谢。陈小姐，你放心。只要对社会有帮助，阮绝对拢会支持你。真多谢你。我今仔个真正了解，天灵为什么为你饲的。你莫等后白讲啦，我看我先来等。当过食这饭较早嘛。唔免啦，我惊想我转去对小婉歹势。陈小姐，你是袂放心遐囡仔？我送你食饭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就好。应该啦，倒面，陈小姐就拜托你。我们先走。顾先生，李小姐伊不要紧啦。虽然安尼，今日我尹雅莲嘛是要讲，尹雅莲就是尹雅莲，这个话嘛，甲尹雅莲才讲得出。我即摆心肝内已经足艰苦啊，伊搁伫遐消遣，
你是咧干好啥？坦白讲，你会当安尼做，我真欢喜。敢讲你无怀疑我，另外阁有无对？我讲过，娇生惯养，使性地，无一定就是唔好。在我印象内面，伊阿玲虽然爱使性地，也毋过真无胆。伊毋敢真正去做歹代志，去伤害别人。而且伫我心目中，伊是一个为情所苦的戆查某囡仔。你心肝内敢真是安尼想的？敢讲你怀疑我另外阁有目的？你放心，我毋是迄款人。是安怎？上该了解我的人，竟然是你。这你免问我，我虽然有答案，也毋过我袂讲出。阿玲，你真勇敢，我相信你会当度过这个难关。条边，我毋是无欢喜你来了解我，我只是不管你有欢喜也无欢喜，拢袂当改变这个事实。条边，你即马点点听我讲好无？规个xã會呢，對面廠還得大。陳正雄是來這要創啥？其實我即擺心肝內是啥物感覺，我家己也毋知影。點解伫下港發生遮爾濟代志了後，其實我家己嘛知影，我甲天林兩個人無可能有啥物結果，我嘛決定要放棄阮兩個人的感情。不過你知影無？我若是想起過去，我心肝內就真艱苦。我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安尼你就尽量莫去想过去，你会当家去想以后，无一定在某个将来，你就拄到一个更好的缘分了。而且这个人，竟然就是你10年前的老同学。10年前你就真知影伊真介意，而且这10年来，伊直将你偷偷藏伫伊的生活。阿玲，我希望我会当永远伫你的身躯边，伫你有需要的时阵，不管我一条手机啊，我拢有当听。你是安怎对我这么好呢？你讲，10年前的感情，你即摆讲人真好听，其实你比我更较无胆。你到即摆讲唔敢承认，迄个告诉男主角就是你，对无？唔对，我是真无胆，也毋过我无胆，你是我因为我惊我会惹你生气，由你来讨厌我，所以我才会甘愿一个人走去日本。也毋是讲
来啊！而且你搁替我挽回天你的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迄个时阵，我就是天年当互你带来快乐，因为你爱，所以我就甲你斗相共，互你会当去得到伊。你是很照顾我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刁民！来劲！刁民！大家好，救人啊！喂，讲你好强哦，嫁给阮。你今晚是要做啥？你若好好听我的，我全身来讲者，我来赶你走。干！陈静哦，你敢知影你今晚伫咧做啥物代志？我今晚无管遐济，我欠人一个钱，今晚全靠你啊！我啥物拢无。啥物拢？我弟弟来人！放开！天你啊！放开救命！快呀！陈建勇，你唔通一错再错。李天良，你莫搁迄代志，我袂计较你甲伊亲手所做，我会好好来报，带你甲我小妹分数。天你，你敢做会到？我当然做会到。你当保证？我保证。好，好。天勇，紧张冲动哦。你别问，你要我过来吼，我对你。大家小心啊！天你，你有安怎无？不要紧啦，调平。天日，我正手你倒手，咱两个实在是好兄弟。
我三下多谢你。多谢。警察敢知啊？警察已经问过迄个摒扫的工人，不过伊无完全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阮毋才会来遮。啊，安尼恁等我心情较平静，我会出面说明这件代志。多谢你。啊对啊，我送你。免那功夫啦，倒面送我就好啊。嘿，谢谢你。啊，若恁两个啥物人要送啥物人，迄就实在恁啊。倒面，咱来行。恁一定有真侪话要讲。无要入来坐，我敢讲咱两个人已经无法度做朋友啊？一路转来，你拢无开嘴讲话，你嘛是啊。我是伫咧想，你是安怎无顾着家己的性命危险，要来救我呢？若我做是别人，我嘛袂干那徛伫边仔看尔。咱换做是别人，也袂亲像你安尼救我。应该是啊。你是毋是希望我放过陈正雄？我无资格做即款的要求啊。啊，毋过你希望我安尼做对无？迄是一个自私的想法。我甲陈正芬已经分开啊，该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我来走。暗，天宁啊，董事长，刘店长，叫我啥物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刘店长，你叫我啥物？还在即马在要你讲在创啥物货啦？对啦，天宁啊，啊若无赶紧哦，需要坐一下吼，为阿姆讲几句话话，好无？来，遐坐啦，快紧。遐坐，遐坐，遐坐。若毋是回心转意，咱哪用个互即款无情无义、无悔无学识的人入来咱厝的？爸，你讲得真对。天灵，伊是一个有情、有义、有慧、有目屎的人。伊无顾着家己的性命危险来救你查某囝，若无，我就真危险啊！什么啊？嘉玲啊，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我互一个小狗家己。啊？即摆代表哪有可能小狗？你信毋信随在你啊？哦，天灵，你拄则毋是甲我讲，我嘛伫咧厝等你。哦，是啦。董事长，我妈伫厝咧等我，无我先来走。天灵，多谢你。不，哪能？你是伫变啥？我看拢无啊。是啊。爸妈，我即摆已经大汉啦，我知影什么物件是属于我的，什么毋是我的，你放心啦。对了，我开电话给天灵妈妈。
天天已经回来啊。阿妈，恁爸搁哭啊啦？我都无代志啊。你即摆加食瘦，还搁乌，啊！你即阵是安怎啊着伤的？你莫烦恼遐尼济啦，妈，你看，我是毋是比较早搁较臃肿？我听阿玲讲，你甲陈俊峰是安怎？已经过去啊。啊那安尼啥？你无要搁去家己啊吼？应该是袂去家己啊啦。毋过，我可能去花莲啊，去台东，去彰化，去屏东。妈，都市我已经带袂惯势啊。毋过你，人活伫世间，也毋是干那为着钱财，为着地位。妈，咱搬离开台北。